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前一礼拜，愿上帝圣神充满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领受上帝圣神充满的快乐甲欢喜。咱做伙来祈祷。所有敬拜你的事，愿要得到饱饱满满的祝福。阮的礼拜毋是空空，阮的礼拜嘛毋是干那是一个形式活动的过程。阮的礼拜是一个阮对空空的生命得到饱足的活命。转将阮每一个侍奉的当讲交伫你的手中，当阮要开始吟诗进前，求你将你喜乐的灵放伫阮的心内，互阮所唱出的这个歌词，毋是拗拗念，是一个对阮心中互主你的欢喜所充满、所唱出的阮的感情。主啊，毋是干那文字，毋是干那语言，嘛毋是干那声音，是一种阮的情绪，是一种阮的画面。阮将所有侍奉的当讲交伫你的手中。对敬拜赞美开始，青年的带领，到书会开始带领礼拜，进入到敬拜时，圣歌对用俄罗的诗歌归荣光予天顶的上帝你。当阮发出祈祷的时，当阮宣读上帝你的话的时，上帝你的圣神就望着阮每一个人的心，通过声音，通过圣神的感动，互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大大得到祝福。阮将今仔日的敬拜交伫你的手，恳求你拍开圣殿的大门，互既然要嘴带翕无语的人来到你的圣殿，来领受你的祝福。愿伫你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
大家平安，平安。咱用稳定的心来唱歌学乐上帝。天边稳定真正大，美丽的云彩，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会在我。咱就算笑伊。
恶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福音第7章37到38节。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的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生命请你来自由运行着你。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的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生命请你来自由运行着你，生命的江河流，自由永留在这里，在我的里面，生命河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圣灵的江河流啊流，生命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里，在我的里面，生命河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大家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求你将圣灵充满在我们心中，赐给我们智慧与分辨能力，使我们能照着你的旨意而行，做你所喜悦的事。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不让黑暗与试探破坏你在我们里面所建立的圣殿，使我们常常住在你的爱与光明中。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的宝座。
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世间情茫茫有条件，开始条比人情，无依挂路世间相思，大海稳定一相思，上帝讲你的心。咱做伙来吟圣诗52首，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请起立吟全首。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彼拉多临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28篇，诗篇139篇。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捌我。我坐入去，我爬起来，你拢知。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我行路，我倒伫面床，你拢详细知。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深知。要我的嘴所讲的话，你无一句毋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手伫我的顶面。这款的财目奇妙，我袂话测度。尽管我袂话到。我要到倒落闪避你的神。我要行去倒落
闪避你的面。我若上天，你伫遐；我若困伫阴间，你也伫遐。我若天开青早的时，袂到海极悬的行起，就若伫遐，你的手也要引带我。你的正手也要安尼牵我。我若讲黑暗要举砍我，搁四时的光要变做暗暝，就黑暗也袂话举砍我，互你无看见。黑暗暝亲像日时发光，黑暗甲光明，伫你看拢是一样。上帝啊，你的意思对伫我到遮宝贝。这声甲到遐多，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侪。我困精神的时，永远甲你三角之地。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试验我，知我的意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带我行永远的路。咱做伙来吟圣诗第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请咱坐来吟全首。为着你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日升，为着万世起来，所是一切阻碍，你的上帝万世下，我乐称我的尊名。为着那时的经历，无论你随哪边，山水回答风景，你我之心这能源，你的上帝万世下，我乐称我的尊名。为着你梦的福气，为着信心的欢喜，使阮无关英雄，我将赢的稳重。你的上帝万世下，我乐称我的尊名。为着你我的感恩，那你结果的不正，你的对主和流，关心我多温柔。你的上帝万世下，我乐称我的尊名。为着主尽光荣，每每受死万天瑞，相信我能那一天，被主生活大人生。你的上帝万世下，我乐称我的尊名。咱做伙额头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搁疼世间人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阮有够个稳定，以及每一天的平安。主啊，阮知你是活命的源头，若离开你，阮就无算啥物。求主帮助阮，有搁较靠无主的心，搁较亲近主，互阮的心思意念以及阮所做的，拢会当合主你的心意，讨主的欢喜。总是主啊，求你来帮助阮，阮的心有时会软弱，求主怜悯帮助阮，赦免阮伫无意中所犯的罪。求主你来引带阮行正义的道路，赏赐阮圣神伫阮的生命中
就是智慧甲聪明的神，计划甲能力的神，知目以及敬畏耶和华的神。主啊，阮需要你，求你亲自降临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感谢主，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赞美，请献歌队。
咱做伙来共守上帝的话。记者创世纪第1章第2节，地是空空混沌，深渊的面上黑暗，上帝的神运动伫水面。再来创世纪第2章第7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土粉敲做人，本活的气入伊的鼻孔，人就成做活的灵魂。再来是哥林多前书第2章12节，若是咱所得到，毋是世间的神，就是对上帝来的神，要互咱知上帝所白白赏赐咱的。讲道诚做有灵性的活人，请曾牧师。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后礼拜就是一年一摆的圣神降临节，伫这个节期对咱人生来讲，咱的信仰有足大的祝福。牧师要邀请咱伫这段时间对前日的礼拜领受，后礼拜也领受。咱准备伫上帝的面前来领受上帝伊所赏赐咱圣神的同在。若无圣神的帮助，人生亲像行伫苦海中；若无圣神的帮助，人真孤单。若无圣神的帮助，人真侪时阵伫重要的决定的时刻，心头抓袂定，毋知何去何从。啊！伫真侪会引诱挑战的中间，若毋是圣神的帮助，咱会惊吓沦落，咱会毋知影要安怎处理这个代志。亲爱的姊妹，圣神毋是圣经内底所传说的人物，圣神就是活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内。今仔日咱会当坐伫这个所在，就是圣神的工作。圣神互咱欢喜来到伊的面前，咱活的是一口气。咱台湾人拢常常讲，人活的是一口气。人需要一口活气，因为这个气若上帝收回，人的人生就结束。人需要上帝活气。因为上帝活气就亲像日出的光、春天的风，会互咱的生命饱足，伊带来喜乐，伊带来盼望。特别搁较重要就是，迄个活气将上帝白白的恩典、伊的疼放伫咱的中间。咱做伙来领受，咱要领受这个圣经的话进前，无需要请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万军的上帝，阮做伙聚集伫你的圣殿。阮要听上帝你的话，这是一个故事，有时阮家伊当做故事来听，但是伊毋是干那故事，伊对阮人类来讲是一个真要紧的启示。伊甲阮讲，人活是活着上帝神圣的气。愿你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毋是通过你的萝卜讲解这个圣经，因为你的话一开帖，就带有力量，就带有权柄。你的话一开帖，戆人就通达；你的神一降临，人的生命就得到快乐。主愿你的圣神亲自运行伫阮的中间，亲像起头宇宙也未形成之前，你的灵运行伫天地的中间。求你的圣神即时嘛运行伫每一个还阁有疑问、也未认捌你，甚至伫人生中间拄着软弱的阮的兄弟姊妹。主啊，互每一个听的人拢得到祝福。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的题目是牧师的代祷，牧师希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领受圣神。咱毋是干那听讲道，咱毋是干那听道理，咱来互上帝圣神加对咱生命的开达。安尼做基督徒才有价值，因为做基督徒就是要享受这种活跳跳的活命。愿咱伫今仔日的圣经这个题目，毋是干那牧师的代祷，也每一个兄弟姊妹，恁伸出恁的双手，换伫恁的心的事。愿主的圣神就甲恁三合伫地，互恁成做一个有灵性的活命的人。兄弟姊妹，将这句话放伫你的思想的内底，成做一个有灵性的人会安怎？咱会当家己问咱家己过去所读的圣经，你问讲，上帝当你搁一摆将你的活气分入我的内底时，我的生命会安怎？兄弟姊妹，会大大有改变。
有信望爱，有平安，有喜乐。人要伫上帝圣神的内面，真做真正上帝宝贝的子子。原咱伫今仔日的圣经的中间，咱知影，当圣神将伊的气分入伫人的生命中间，会有啥物无共款？拄则牧师一开始有甲咱讲，台湾人有一句话叫做“人活是一口气”。圣经一起头就是安尼讲。圣经第一句话讲起头，上帝创造天，上帝创造地。第二句话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第1章第2节。伊讲上帝敲土粉，就亲像妈妈伫灶骹要烘香，伊敲米粉有无？伊用敲这个字来代表塑造。伊润啊软啊软，伫遐敲迄个米粉了，伊捏出一个人，迄个人的名叫做阿当。上要紧就是伊无活命，但是迄阵的圣经讲，上帝敲土粉，然后将伊的气分入伫伊的内底。兄弟姊妹，圣经的起头就是咧讲起人活命的来源。所以今仔日牧师真心中用这句话，甲各位兄弟姊妹邀请，咱做伙来领受。牧师深深相信，上帝早就将伊的圣神放伫恁的内底。但是一日无够，两日无够，爱一世人。就亲像人爱食3顿，食1顿无够，食2顿无够。一世人逐日拢食3顿。求天父上帝，互咱领受圣神，是每一时刻拢领受圣神，是一世人领受圣神。因为这个圣神就是家己上帝的活命。一旦时刻来到，上帝将这个气收回。人一切就结束，无圣经讲人永远无结束。上帝将这个气收回，是带到去什么所在？带到去天堂，将咱带到去到伫天堂的所在。所以人生命永远无结束。愿天父上帝，互咱的生命因为今仔日圣经的帮助，咱心中较无会祈祷。愿你的心无搁再是空虚的心，愿你的心是充满上帝圣神同在的喜乐。圣经头到圣经尾，拢咧讲起圣神的工作。对上帝创造天甲地，伊讲地上混沌，水面黑暗，但是上帝的灵运行伫迄个宇宙还未形成之前，上帝就知。启示录到最后讲，有耳孔的人就听什么？听上帝圣神所讲的话，听上帝伊所讲解的话。兄弟姊妹，愿咱伫上帝的面前，圣神会互咱的生命改变，圣神嘛会互咱的教会改变。兄弟姊妹，你就是代表得等教会。你若无改变，就代表得等教会无改变。你若欢喜有得等教会，真做你生命的第2个家庭，就是你信仰的家庭。你爱斗出力，你嘛爱为这个教会做见证。你嘛爱伫这个教会中间，将上帝互你的恩典分享予你身边的人。你若拥有一个有效的囡仔，你的囡仔将来无论去到什么所在，若食到一碟青草，伊就紧的头掖一点面包，倒来出来，互你讲，真好食，我会带倒去互我的爸爸妈妈食。兄弟姊妹，上帝的家庭就是安尼。愿天父上帝赏赐咱，兄弟。你敢已经满，伫你的心内无惊吓，有平安，有喜乐。你敢已经满，互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充满，有盼望。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后礼拜就是圣神降临节，恁会当准备后礼拜，搁来做礼拜。恁嘛会当带着较无的心，你甲牧师讲，牧师，你甲我欢手祈祷，牧师愿意甲恁欢手祈祷。虽然牧师毋免甲恁欢手祈祷，圣神嘛会充满恁，但是咱彼此用祈祷的中间，照上帝所予咱的方式，人就要得到上帝圣神的充满。兄弟姊妹，愿恁领受，毋是牧师讲解圣经的话，愿恁领受就是牧师对伫心内甲上帝祷讲，主啊，互我兄弟，互我姊妹，互阮在座每一个人，拢认捌你，嘛拢充满圣神的开力。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将活我的活命放伫恁的内心，愿恁得到圣神。
圣神就亲像一个活命的水泉，伊对内面不断甲咱奔放，呛甲抓袂牢，伊的活气就伫咱的内面，叫做真的活命。就安尼，咱每一个人大细细，拢真侪有灵性的活人。阿免吗？愿兄弟姊妹，你若每一摆想到上帝，你就换手伫你的心来讲：主啊，加在有你，主啊，加在有你。你做我一生的倚靠，你做我一生的帮衬，你为着你的名，从我伫人生中间行一条有价值、有滋味、有意义的人生的道路。顶礼拜牧师甲恁讲幸福的人生，有无？幸福的秘诀，牧师嘛有甲你讲真有出名的，即个文学家、即个社会学者，因咧研究人伫人生中间都爱怎样才会幸福。你哪有记得牧师甲你讲伊讲什么嘛？若袂记得，牧师介绍迄本册恁去读。你买来读，迄上新的册3年前都出版了。喜乐保院有福气，因为咱下半年都要读这本册。兄弟姊妹，恁无伫喜乐保院参加读书会不要紧，牧师有当时拢会甲你讲重点，你嘛有听到。你若欢喜照安尼去行，咱的人生就得了祝福。就亲像牧师甲恁讲解圣经，你若欢喜照安尼去行，你就得了祝福。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搁一摆将伊活命的气放伫咱的内底。咱来听拄则诗会所读的圣经，咱来斟酌听，牧师搁读一摆。啊，恁咧听的时，恁斟酌想讲，即句话到底是咧讲什么？今仔圣经讲，地空混沌，深渊就是水面黑暗，上帝的灵运动伫水面，上帝的灵运行。伫迄个中间，兄弟姊妹，即句话无经过解释。即句话其实伫圣经中间就足底的话，伊讲起头上帝创造天，上帝创造地，上帝的灵运行伫即个宇宙中间，表示宇宙也未形成的时刻。第二句话伊讲什么？伊讲上帝的灵，即个字其实就是讲上帝的气啦。灵即个鲁亚伫圣经原文犹太人因所咧读的话叫做鲁亚。上帝的灵运行伫人的心内，伫宇宙各所在。兄弟姊妹，你若拍开你的心门接受上帝的灵，就带祝福入你的人生。第二句话伊讲安那，伊讲上帝用地上的土粉敲做人，敲做人就是讲甲一土粉，甲敲甲变做有一个人的形。然后圣经讲。分活气伫伊的鼻孔，对于伊的鼻孔分活气，人就真做有活命的灵魂。这个活命的灵魂，就是讲活的，是活的灵魂。英语翻做人的 mind、人的 soul、人的思想、人的意志、人的所以伊这个字就是讲，人所有的感情，人所有的心思意念，甲人所有伊内面的。欲望，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伊的灵伫今仔日个礼拜对你讲话。这圣经毋是读来做参考的，这圣经若是感动人，人甲上帝讲，我欢喜有这个祝福，这个祝福就临到伫你的生命中。第三句话伊甲咱讲，咱所领受的圣神，毋是地上的圣神。咱所领受上帝的圣神，毋是这世间的灵。人逐所在咧找，什么种的神会当成做人的倚靠？伫圣经中间甲咱讲，独独上帝家己迄个气，就是对上帝来的神，对上帝人来神。伫今仔日要甲咱三甲伫地，所以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的神点伫恁的家族，点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对少年到年老。甚至到世间的落尾，咱犹阁带着上帝这口气去看上帝。咱无惊吓，因为咱深信，咱要将这口气献给上帝。咱要将这口气，因为上帝的灵伫咱的内底，所以咱就有进入上帝的天堂家庭的这种的资格。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将这两句话，创世纪以及哥林多前书第2章。将这个话来甲咱讲，圣经咧讲，地上空混沌，水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伫迄个水面中。
咱毋捌看过迄个时刻，但是咱会当通过有诶图、有诶相片，咱会当思想即个话到底伊是咧讲什么？上帝怎样将开分入一个土瓮啊？迄毋是即个面包人，迄毋是糖葫芦。上帝将伊开分入人诶生命中间，就是将伊诶活命放手术无活命诶人。即句话上重要诶意思，就是讲，当人也未有上帝诶灵进前，人是无活命诶。当咱也未进入上帝进前，咱有少是一个无灵性诶人。但是愿天父上帝，伊既然带咱到伊诶身边，愿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咱拢领受有灵的活人，就是有上帝的圣神踮伫咱的内底，到一生的落尾。上帝无往咱收回伊的圣神，因为伊是怜悯佮慈爱的上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牧师要甲咱分享两个祈祷。第一，咱甲上帝祷告，祝福我的生命内底有你的灵性。上帝，你的圣神若踮伫我的内底，我就毋是粗俗的人。上帝，你的灵若踮伫我的内底，我就毋是搁再食做世俗的人。上帝，你的灵若踮伫我的内面，我的内面就有无共款的荣耀，有尊贵，有价值，有上帝你的形象。但是牧师要甲咱讲4项，你会当放伫心内去想。上帝本身伊的性情，伫圣经内底有安怎管做？伊讲，就要互恁有份伫上帝的性情。敬拜上帝的人，你的性情、你的想法、你的行为、你的价值的观念，的确会改变。除非你无愿意让上帝改变你，咱一定会改变。除非你坚持无愿意接受上帝这个祝福。真侪人是用一生来换地上，但是基督徒是用地上来换一生。所以你即马真无共款。当咱归向上帝时，前咱看做荣华富贵，但是有一日咱要知影，世间的荣华富贵，并袂通互咱的生命加一刻久。恁同意无？上帝若讲 game over， 就亲像裁判讲比赛结束。恁知影无？兄弟姊妹，原来伫上帝面前，第一咱甲上帝祷告，主，互你的灵活伫我的内底。啊，人若看到我，就亲像看到耶稣。兄弟姊妹，恁捌安尼祈祷无？主耶稣，互我哪亲像你？互我的朋友看到我的时阵，就亲像看到你。咱有真侪家庭、教会兄弟姊妹的家庭，庄世道孝长的家庭，阁有就是顶礼拜过身的洪在敬兄弟伊的家庭。少年的时阵，因的囡仔出国去读册，后来就信了耶稣。后来囡仔倒来厝里，甲爸爸讲：“爸爸，我信耶稣，我想要洗礼好无？”爸爸无搁甲念，毋通去互骗去，迄毋是咱祖先的宗教，迄甲咱无共款。因爸爸就严严甲伊讲，毋通去互人骗去。无想到到一日，伊的爸爸甲伊的妈妈做伙手牵手，毋是牧师去因兜甲伊探访，因才来做礼拜。因到有一日，手牵手做伙行入这个礼拜堂，77岁一直到91岁。伊过往的事，伊的查某囝后生咧怀念。我知影，伊的爸爸妈妈的信主有一个原因，就是因做囝后生做查某囝的真友好。恁若捌伊个家庭的人，恁知影，因做囝儿的、做查某囝的人，互爸爸放心。起头爸爸惊因去读册、出社会，互人骗去。但是后来伊发现讲，因的囡仔无共款改变，生命改变，互伊的爸爸妈妈开始心内去想讲，人生到底是啥物？所以到后来，这个儿子送，伊信耶稣真正的第一天、前一天。伫厝里内底做礼拜，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讲牧师对今仔日开始，我拢将所有的拢交互你，你替我办就好啊。对迄个时阵开始，伊放落一切，伊专心信耶稣。兄弟姊妹，你敢找到这种，互你肯定一生满足？上帝踮伫你的生命中间。第一，上帝若踮伫咱；第二，我要甲咱讲就是，兄弟姊妹，你伸出双手。祈祷有当时无动作，但是有当时有动作。有动作会当互咱表示，这是咱想要得到的。
你当纯粹双手甲上帝祈祷讲，主将你的圣神赏赐互我。兄弟姊妹，这是两个祈祷，伫今仔日的圣经的中间。首先，我要甲兄弟姊妹，咱来思考讲，当上帝的圣神来进入你的生命中间，你会安怎？你会认真讲话，慎重讲话，你会无随便无凊彩。你伫上帝的面前，你就袂安怎？是讲毋是，毋是讲是。当上帝圣经若伫咱的内底时阵，咱会脱胎换骨，咱会开始讲话毋通南三讲，咱会开始讲我的行为毋通互厝边头尾看到了后讲，啊若信耶稣信到安尼，我开着去信耶稣。咱捌听过厝边甲人讲这话吗？有当时真严格，因为咱的朋友、咱的厝边，伊拢感觉，恁若是信耶稣了后，恁的生命应该爱有无共款？兄这你同意吗？你愿意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你的生命有无共款吗？那安尼有啥物无共款？是化妆的吗？毋是，是对心来欢喜，对心来知影。对心内认捌做决定讲，对今仔日开始牧师我拢教你啊，而这毋是拢交互牧师，对今仔日开始将咱的生命拢交互这个上帝。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甲咱三甲伫地。有真侪时阵兄弟姊妹，牧师有的话，伫礼拜日上帝的时间无容易讲真清楚，所以牧师真认真带查经。毋是因为我有口才，毋是因为我真够读圣经，毋是，是因为我知影我有一日我会离开咱，我毋茫伫我离开咱之前，我带恁认捌圣经。所以这个暗时，当几礼拜前，咱查了一个题目，迄个第37课，伊咧讲，当圣神啊踮伫基督徒的生活中，人会安怎？你若想要看牧师寄迄个文字稿互你。然后你当听咱的 YouTube 顶管的录音，因为牧师不再重播，但是重播不再的重播，就是 YouTube 顶管的牧师毋免搁再讲第二摆。兄弟姊妹，你若感觉想要知影讲，我信耶稣了，我的生活应该爱怎样？除了做礼拜以外，咱也会当有家己的灵修，有家己的进修。一个互上帝蒙过的活名会无共款，伊的名叫做阿当。阿当这个字。叫做阿达玛，阿当就是阿达玛就是犹太人咧讲土粉啦，哦，这个人是对土粉出，但是伊的名叫做阿当，伫希伯来人的话，阿当这个字就是讲人。兄弟姊妹，你敢捌听过一个讲法？所有的原住民因的名，其实因迄个族部落的族的名，其实拢代表人。泰雅族，泰雅这个字，台湾各有就是像伫南屿，因所有的民族，包括伫太平洋群岛真侪的民族，因的民族的名拢讲，阮就是人类啦。迄个民族的名就是用因的语言讲，阮就是人，阮就是人。啊，恁甲阮无共国族，所以咱无共款的人。但是所有的真侪原住民，巧合，因所号的名，其实就是咧讲起人。起头上帝启示，互摩西将这个故事写落来时，上帝甲伊讲，迄个人叫做阿当，伊的意思就是，伊就是人类，伊就是顶个人的开始。所以兄弟们，咱嘛叫做阿当，咱嘛叫做夏娃，但是咱嘛叫做人。但是今仔日，上帝将伊的灵放伫咱的中间，愿天父上帝将伊的开分入你的内底，就亲像喷芳水。恁有喷芳水的习惯无？咱中间有的人有喷芳水的习惯，迄毋是歹，毋免歹势。因为咱要喷到芳芳，要有啥物人骗，毋是要叫别人骗啦，咱家己骗爽快。因为你会感觉你的心肝无迄个流汗、臭汗酸味，你感觉清气爽快、轻松。有当时芳水会足清香的，有当时芳水会足浓郁的，有无？上帝若将伊的开本入咱的内底，比喷芳水更较芳。你相信吗？愿上帝将伊的圣神分伫咱的内底，
彼得前书1章3节第1句，伊讲上帝的权能，伊也安写讲上帝的心灵、上帝的神能，就是上帝的权能，已经将有关着活命甲敬虔的事赏赐予咱。伫今仔日通过祈祷，上帝的圣神降伫咱的内底，咱的内面有智慧、聪明、策略、能力、财物，够敬畏上帝的心。愿上帝的圣神真正改变，彻底上改变。祝福兄弟姊妹，和你的朋友讲，这个人以前佫毋是安尼，但是最近这几年超无共款。和你的家族讲，这个青年到底最近改变是为什么？是因为去对一间学校吗？还是伊最近咧读对一本册吗？我知影咱中间有人捌和你的亲人讲，这个青年改变奇怪，到底伊读着对一本册，伊无共款。毋是，是因为上帝的灵伫咱的内底，咱就无共款。圣神帮助咱，上帝将极其宝贝、极大的祝福赏赐予咱，要互咱脱离地上的情欲，互咱领受上帝的圣情。牧师伫这个所在送咱即4字讲上帝的圣情。上帝将伊的开本质伫人的内底，就是上帝将伊的圣情、伊的活命态度放伫人的内底。所以咱讲囡仔吼，看伊咧行路，就知因老爸啥物人。这个故事对树克长老开始，安鲁，佮对安鲁到起身。其实人的囡仔对父母学着真侪，毋是讲动作尔，动作当然是模仿、价值观念、信仰的态度，佮做人的品格，真侪的想法。愿天父上帝做咱你的天父，愿天父上帝做咱的天父。伊将伊的性情放伫咱的内底。牧师无真长的时间通甲恁解讲，但是我做一个讲，他拄好用喷芳水甲恁形容讲，上帝的神啊，分入咱的内底。但是上帝啊，将伊的光放伫咱的内底。希伯来书安尼讲，耶稣就是上帝的光。你若看到耶稣，就亲像看到上帝。耶稣若踮伫咱的内底。人就看到耶稣的光，人看到基督徒，人就知影讲，这阵基督徒因咧追求某一种的活命，甲咱无共款。咱袂使骄傲，咱嘛毋通批评人，但是咱来活出咱的主耶稣基督伊的荣耀，互咱的厝边甲咱做伙受祝福。就亲像拄则我讲，最近我去送伊的后生，伊的查某囝出外去信主了后，倒来到伊的故乡。可看伊爸爸妈妈足长的时间呢，我去送信主，毋是马上到心开。对少年袂放心囡仔，后来到看到囡仔的成就，伊才感觉讲，我的囡仔选择比我较巧，所以后来我去送就选择主耶稣做伊一生的救主。兄弟姊妹，咱选择上帝就有这4项：第一，上帝怜悯的心，上帝的慈爱；第二，有上帝的清气性，上帝的圣洁，上帝的正直；第三，有啥物？有上帝永远袂改变伊的信心，永远袂改变的信心。咱咧讲阿门这个字，就是信心。阿门的字就是信心。信心的另外一个意思翻译做真理。咱的上帝就是真理的起头，就是智慧的源头。咱的上帝是永远袂改变。第4项，上帝本身就是会发光，是尊贵。伊徛伫什么所在，什么人看起来，就心中感觉讲：哦，这个人，这个神无共款，无共款的无共款。所以，兄弟姊妹，牧师要较侪解说，恁会当重新将这后礼拜的周报搁摕起来看。牧师将这4项放伫恁的手中，互恁常常去想讲，伫我的生命中间，敢会当我行去到每一个社团，我去到每一个团体的内底，人对我的身躯中间看到这种的品格，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二，牧师要邀请咱祈祷，除了讲道的祈祷，除了今仔日牧师的解说。等一个伫咱的清安平安内心，牧师无要搁再用耶稣听你这条歌，牧师想要用一条圣神请你来这条诗歌，邀请兄弟姊妹准备心，你会当甲上帝主圣神祷讲，亲爱的圣神，请你来。等一个这条诗歌的歌词，咱静静听的时，你伫心内
用歌词做你的祈祷，好不好？你邀请这个圣神，甲你分外开，亲像对阿当分外开。亲爱的弟兄姊妹，领受圣神了后，咱不但无孤单，咱会得到快乐。求天父上帝圣神甲咱适合地定。搁我的主耶稣，伊甲伊学生讲：你领受圣神吧。今仔日主耶稣若来到咱这堂教会讲道，伊一定嘛是甲恁讲，愿恁领受圣神。不但安尼，主耶稣嘛甲上帝共款，甲迄个土粉敲出来的阿当，伊甲伊喷一口气，无气气无屁，这毋是表演。所听的弟兄们，无需恩望我通过这个声，互咱知影，咱会当领受。最重要是你愿意，甲无愿意。你若愿意，你就领受。所以第二个祈祷，咱来到上帝面前，咱甲上帝祷告：主啊，求你的圣神灌压，亲像春天的雨水。你的圣神亲像春天的雨水，你的圣神亲像春天的风。喷入我的生命中间，互我满面春风。主，你的圣神亲像雨水，灌入伫这个土地，这个土地就得到润泽，伊就松松软软。我的生命若有主你的稳定的油抹，我的人生的杯就甘甜满满。愿天父上帝甲咱适合伫地，咱所得到的是上帝家己的圣神。所听的姊妹，咱拢伸出双手，咱拢拍开心门。咱甲主讲，阿门。做伫今仔日个礼拜，你亲自进入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的生命中，就亲像这场重视，伊邀请咱伸出双手的时阵，咱甲主祷讲，充满我，充满我，亲爱的圣神，充满我，亲爱的圣神，充满我。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较无的人就得着。耶稣讲，求就互咱，过来咧。找到拄着，拍门甲恁开。兄弟姊妹，圣经毋是用来背的，圣经是用来经验的。记得耶稣安尼讲，咱就领受。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将伊的圣神放伫咱的内心，直到永远。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圣神，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你。至圣的神。圣神上帝，求你伫即时对每一个阮当时的兄弟姊妹，你降临伫因的生命中，赏赐你的活命，赏赐你的快乐。主啊，解说未清楚的所在，你若来，阮就清楚。愿主你的圣神降临伫会中，伫每一个家庭，伫每一个愿意生命得到祝福的阮的兄弟姊妹。愿咱的恳求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请咱做伙来吟圣诗158首来应答上帝的听。圣诗158首，恳求圣神降临，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坐，请咱准备心来奉献。
请坐，平安礼，请曾牧师。亲爱的姊妹，咱用这首诗歌来为咱家己做祈祷，求圣神进入咱的生命中间。咱用这个诗歌，伫咱咧听这首诗歌的时阵，咱当轻轻将你的双手放伫你的大腿，你嘛当将你的手，你拢会当用什么种方式拢会使。咱就用这首诗歌来做咱的祈祷。咱恳求圣神进入咱的心内，你嘛当用双手拍开，掌心向上，放伫你的这首诗歌对你讲话，这首诗歌做咱的祈祷。圣灵，请你来，充满在这里。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的经历。圣灵，请你来，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开我耳，让我更多认识你。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重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星星降临来，充满我的心。我不忘来亲近你，我靠你万里。星星降临来，改变我的心，予我看你，予我听你主爱怜悯声音。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求圣灵，请你来，充满在这里。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的经历。圣灵，请你来，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开我耳，让我更多认识你。我呼求圣洁，圣洁，圣
圣神，阮知影你伫阮中间。亲爱圣神，阮感谢你。阮即摆才知影讲，你对头开始到即摆到将来，你将来毋捌放杀阮，你嘛无离开阮。这条歌是阮的祈祷，这条歌是阮的祈祷。愿阮伫祈祷学落时，你的圣神进入每一个想要较深入捌你，你的囝儿查某囝，做互因享受因的人生。主，互阮每一个人拢享受阮的人生。亲爱的圣神，你是起头甲上帝做伙创造的圣神，你嘛是到伫世界的落尾，甲过我主耶稣，搁在东降临的圣神。你无起头，你无煞尾，你是阮的上帝，对永远到永远。亲爱的圣神，愿仰头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亲爱兄弟，咱甲咱身边的人，兄弟讲耶稣听你，甲咱身边耶稣听你，耶稣听你，耶稣听。牧师会把这条诗歌放伫咱的教会族群，恁若喜欢这首歌的人，恁会当逐工透早放来听，互诗歌做你的祈祷。后礼拜咱是圣神降临节。圣神已经进入咱的心，咱要用任何方式，但是圣神已经进入咱的心。后礼拜咱做伙来欢庆，就是上帝圣神充满的欢喜。后礼拜就是圣神降临节，咱今仔真欢喜，有对台北倒来志源甲依婷，因倒来甲周妈妈做生日快乐的母亲节，咱真欢喜。咱感觉有第拜有咱的厝边来甲咱做礼拜咱真欢迎，咱有一个咱的厝边坐伫咱中间蒋学金的妈妈嘿，好，咱下面咱来颁发奖学咱来颁发奖学金了，再做生日祷告了好，咱来请陈牧师来颁发奖学金国小先国小小朋友以其起信雅泽、雅敏、陈勋、陈浩、李芳怡、以和、以柔、向元，还有苏荣、恩佩，个恩佩，恩佩，有只恩佩有来无？爸爸伫啊。咱来甲因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就无木好。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阮的囡仔，因会认真来祈祷。阮看见因伫成长的过程顶悬，有上帝你的祝福。我嘛看见因的态度，我嘛感受着上帝你咧教示这囡仔成长。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继续照顾以其启信、雅泽、雅敏、陈勋、陈浩、方怡、雨和、以柔，还有向元，还有苏荣。主你祝福因，互因伫成长的过程顶悬，有上帝你所赏赐圣神的智慧。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感谢祈祷，我给他所有性命，阿门。方怡上个礼拜有回来好，以柔，好棒啊！苏荣、恩佩爸爸来代替啊。加油！来这边。将来你就
比牧师较悬哦，一定的，是一定。好，也是爱你，好，大家回家。好，请回。过来国中的哈。国中有佩琴跟秦慧。来，咱来祷告哈。主啊，为着这个囡仔成长，感谢你。每一个囡仔拢是上帝你的宝贝。愿恳求主你通过这个祝福的时刻，通过一个奖学金的鼓励，这个囡仔对因的这个阶段性的工作甲态度，会当得到上帝你施恩祝福。主照顾所有这个国中的同学，有佩琴有秦慧。求天父上帝赏赐因有好的品格以及智慧，因的成长的过程顶悬会当得到上帝你的照顾。记得我该说性命，阿妹，加油，哈，慧琴哈，秦慧，好，那个高中齐轩、佑心，高中齐轩、佑心。谢谢你们两位在音控的点管中一直做真好的工作哦。上帝赐给你们在各方面的成长都有充足的力量，照顾恁的身躯拢勇健健康哈。咱来祈祷哈，咱来祈祷。主啊，在你的面前，要恳求主你照顾齐轩、还有齐恩、齐佑心。齐轩跟佑心，求天父上帝施恩祝福，特别伫因的专业、伫因的性向、伫因的对兴趣，甲因的将来的生命的发展，你伫各方面的点悬，加添因开力。阮感谢你，享受因有爸爸妈妈的照顾，阮感谢你享受学校教练甲老师的训练。阮恳求天父上帝，互因伫智慧、品格甲专业的点悬，都能够得到上帝你的眷顾，享受因强壮的身体，有因的体力。健康甲因的智慧一起成长，我伫你面前祈祷，我给耶稣的性命，阿门。好，请回。大学，千亿、以乐、硕恩、以义、惠安。今天2个是有点哈，名师的哈。好棒！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感谢你，我们的教会青年非常的正向，非常的敬畏上帝。我看到因的成长，我心中充满真多的盼望。我知影在他们将来的生命会成为一朵很漂亮的花朵，在上帝你的国度内底展露上帝所赐给他们的真善美。我恳求主你赏赐因智慧。享受因好的品格，佮有敬畏上帝的心，阮将因两位以及所有其他即无伫阮中间的遮个领奖学金的遮个青年祷告，求天父上帝施恩祝福，祈祷我个耶稣的性命，阿门。加油，继续加油。好，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好吧？今仔日有怡金，佮有怡琳老师，吼，生日快乐，咱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咱做伙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阮的姊妹来祈祷。主，感谢你，互伊琳老师过生日，求天父上帝，你用油抹伫伊的头壳顶，互伊生命的杯是甘甜搁充足。主，你照顾怡珍，主你赏赐伊伫上帝你的面前，会当成做一个享受上帝你恩典的查某囝。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伫恁的面前，为着因的生日来欢喜祈祷，求天父上帝施恩祝福，互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为着子敬，为着一方，为着建佑，为着避果，为着宣慈来祈祷。
主虽然因无伫圣殿内，无伫阮中间，但是主你犹原是阮赐福，互因伫生日的时对你来领受天日来祝福。主你互因伫你的手中来享受快乐的生日，过来新的一年，每一个人拢伫主你的扶持中间，365天，甲上帝你同行稳定的道路。我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吼，咱请师会来报告。点主聚会出席主日礼拜出席88人，现金7385块。主日学出席14人，现金430块。祈祷会出席6个人。本周聚会主日礼拜日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拜六下早9点到夜暗7点半伫线上。圣港服侍后礼拜，师会请陈美秀结束，司琴请刘玉成兄弟，司琴请沈千义姊妹，司宪甲招待请谢强结束甲文芬结束，爱参请李芬结束。是咱讲读经表，请咱照这顺序来读。集体交通，本主日是中中宣告纪念主日，请大家关心大道甲奉献。第二，过偌济以后礼拜是圣神降临节，鼓励兄弟会当拍开城门，迎接圣灵充满。求主帮助咱会当搁做清洁的心，中心有正直的人。咱教会长辈洪在景兄弟安息主怀，伫个请咱大家伫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中来怀念。明仔载下晡1点半是告别式，请大家来为家属祈祷。伫个5月30号下晡2点半，妇女团体聚会，幸福到我家。地点伫西昌教师甲阿美姊妹园头，请大家踊跃来参加。尤那村教师纪念奖学金，今日有颁奖，请大家嘛继续为咱的细囝来祈祷，求主保守因伫个成长甲学习的过程，拢有主的带领。请咱继续为生日的兄弟来祈祷，求主保守带领每一天的生活。奉献报告，请咱大家看。家己看，若有出入，才来向会计人员来更正。大道事项，第一，为身心欠安庄人聚以及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来大道。第二，咱为教会青少年的身心灵课业、升学甲考试来祈祷。第三，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来大道。第四，为出国伫外的青年刘玉敏、林怡轩、刘玉君、陈恩君来代祷，请咱做伙来吟上灵圣诗510首。圣诗510首，阿罗天顶主宰，请咱大家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世到永远无尽。阿门。阿
真济，灭得避讳，